咱这个时阵要来共读圣经上帝话语，是伫旧约历代志上28章第9节到12节，以及20节。还佫有第2位的圣经伫以弗所书6章第1节到第4节。咱大先来读旧约历代志上28章的第9节。大卫对所罗门讲：我的囝，你着认捌你的老爸的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伊。伊知影咱一切的心思甲愿望。你找求伊，伊就接纳你；你离开伊，伊就永远弃杀你。你着知，上主已经拣选你来起造伊的圣殿。现在你就动工，着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去完成伊。大卫将起造圣殿的计划，拢甲所罗门讲，就是圣殿所有的建筑物、库房、楼房、内殿，甲至圣所，就是赎罪的所在。伊也将筹划的蓝图拢甲所罗门讲，就是殿的院甲四周围的房屋，以及收藏圣殿器具甲献予上主礼物的库房。咱搁来看20节。大卫王对伊的囝所罗门讲：你着坚强勇敢，你现在动工，毋免惊，也毋免失志。我所侍奉的主上帝甲你同在，伊袂放杀你，伊要甲你同在，直到你完成起圣殿的工作。来看第2位的圣经是新约以弗所书第6章的第1节到第4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做儿女的，恁着听从父母，这是基督徒的本分。着孝敬父母，你就事事亨通，伫世上享受长岁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允的诫命。做老爸的，恁毋通激儿女的生气，着用主的教导来养育栽培因。以上是上帝的话。今仔日杨新造牧师要所传讲的信息是合上帝心意的老爸。合上帝心意的老爸，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8月份的第1个主日，也是咱要特别来庆祝爸爸节的一个主日。伫遮要大声所有的爸爸来讲祝福的话，愿上帝祝福恁父亲节快乐。无论伫恁的家庭、工作、生活各方面，拢有上帝加倍恩典，甲恁三家伫底。也感谢上帝，互咱所有的兄弟姊妹通去接解三个组织来到伊的面前，伫遮做伙来敬拜伊，来分享上帝的话，愿上帝祝福，愿上帝快乐，甲咱三个伫底，咱大声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恩典满满的上帝。当阮搁一摆来到你面前，三个组织的时，阮要来孝念你，互阮即款极大的恩典。你想使阮的爸爸伫阮的生命内底，通成做阮的快乐，成做阮的帮赞。像是你嘛亲自成做阮的伫天灵的爸，时时来看顾、来顾守阮，引带阮行人生的道路。主，阮感谢你，互阮即款的恩典。当阮即时要做伙通过你的话，做伙来领受，根据你的信心，甲阮三个伫底。安静阮的心，互阮通因为你的话来得到帮赞，得到快乐。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对顶1世纪20世纪的700、800年代以后，直到即马的21世纪，人类社会出现一个真严重的危机，就是家庭的危机。过去迄款家庭的价值、家庭的功能不断地来失落。有研究来指出，
这段时间，家庭的危机会产生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就是老爸伫家庭内底所扮演的迄个角色失落去。至到互囡仔伫家庭内面，伫伊成长的过程内面，来欠少老爸的陪伴，也得袂到对家庭内迄款的温暖、迄款的亲情，所以至到人格无法度真正常来发展。美国一本杂志，伊捌用无老爸的时代来做一个封面的标题，咧形容无老爸角色伫家庭内面来欠缺，造成真大一个问题。伊安尼描述，讲当时美国的社会有38%的家庭是单亲的家庭，伫即款的单亲的家庭内面，大部分拢是老母，拢是妈妈在养育囝儿。这嘛，至到美国伫咧进入21世纪的时，就面对一个非常严重所谓无老爸的世代即款的社会现象。事实上，即款的现象毋简单出现伫美国的社会那顶，其实伫差不多每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差不多拢是安尼。咱若注意观察咱台湾的社会，差不多嘛是咧面对即款的困难、即款的问题。伫家庭内面，老爸面对真重经济压力，伊必须要付出真侪时间、精神伫伊的工作顶面，所以至到伊就爱牺牲侪和亲人、和家庭、厝内的人互动的即款的机会，特别是牺牲了和囡仔陪伴囡仔大汉的即款的时间。伫美国有一份的报告，研究的报告安尼讲，伊这是针对男性来做一个调查。讲有30%的男性，伊伫厝内和老爸做伙大，总是从来毋捌和老爸讲话，真少机会和老爸讲话。这有30%的人，才有1/3。另外30%的人，伊和老爸做伙大，总是若和老爸一讲话，就是起冤家、起冲突，真负面，无法度正面沟通。这嘛才有30%的人。佫有另外30%，虽然和老爸做伙大。嘛和老爸有沟通，总是平均起来，一日内面和老爸讲话时间无到30秒，一日24点钟，总是讲话时间真少，无到30秒的时间。只有剩最后的10%的这个男性，因感觉家己和老爸有真好的沟通，也有真好的一个关系。所以咱通知即款的问题实在是非常的严重。咱嘛会当想象，伫即款无老爸的世代下面长大的囡仔，将来嘛真恶得，成做一个好的老爸。因为伫伊成长的过程内面，伊无有一个通学习、通模仿一个好的对象，所以至到即款的情形会不断来演刷落去。咱知影老爸伫家庭内面有扮演真侪无共款的角色，有真侪无共款的责任。比如讲经济责任、教导的责任，这拢是。咱今日要通过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咱来看大鼻王和所罗门王这对爸仔囝中间，安怎大鼻王会当伫信仰顶面、伫灵性的教育、灵性的传承顶面，成做一个好的模范，互咱通做伙来学习，要安怎伫宗教的教育、伫信仰的传承顶面，通成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老爸。虽然今日主要是针对爸爸讲，总是我想这个主题对咱每一位做妈妈的犹原真重要。教育囡仔、培育囡仔，这是父母共同有责任的。所以咱做妈妈的，咱嘛通做伙来思考关系这个经文。历代志上，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咱非常熟的一段记述。这是大鼻王伊伫年纪真大，准备要将伊的王位传予伊的囝所罗门的时，所讲所发生的代志。大鼻王伊做王了后，伊就一直真想要替上帝来起圣殿。总是咱知因为伊是一个战士，害真侪人，流真侪人的血，所以上帝无答应伊，予伊来起圣殿。上帝讲，起圣殿的责任要由你的囝所罗门来完成。所以大鼻知影安尼了后，伊嘛顺服上帝的意思，伊就将这件真重要的任务交予伊的囝儿所罗门来完成。总是非常特别，咱看到大鼻伊咧交代这个代志予所罗门的时，伊
伊毋是一开始就讲要安怎来起圣殿，伊毋是来讲遮个细节，圣殿要安怎起，要安怎起。伊一开始所讲的是你着认捌你的爸的上帝，这非常的重要。大必知影起圣殿和起一般其他的建筑，检采无共款。起其他的建筑可能是照你的意思去起，照你的欢喜。就是起圣殿，你着大声明白上帝的意思，大声爱来认捌上帝。所以大必伊对所罗门所讲的是：你着认捌你的爸的上帝。大必深深知影，一个囡仔，一个真少年的囡仔，要会当认捌上帝，那咧老爸老母对伊的引带、对伊的帮赞，通讲是非常的重要。而且细汉囡仔会当伫年轻的时，会通来接触信仰，通来认捌上帝，将来也有法度通来亲自和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我想真趣味的是，这段经文内底，代表讲上帝是你的爸的上帝。我想咱咱应该在座，咱若是几下代基督徒，我想咱会当了解这款信仰的经历。伫咱细汉的时，爸母带咱到教会做礼拜上主日学。我想伫细汉的时，咱对信仰的了解其实真有限，对上帝认捌嘛真粗浅。伫迄个时间、迄个时段内面，咱通讲，咱所认捌的是咱的爸爸、咱的妈妈伊的上帝，抑阁无法度是诚做咱的上帝，咱无法度和上帝抑阁有真直接的关系。就是我确信，伫这引带过程内面，当这囡仔细囝。因哪来哪长大的时，会当亲自去和上帝有更较深的关系建立。用我家己的例来讲，我是第3代、第4代基督徒。我印象中，我真细汉的时，可能1年2年的时，爸爸妈妈就带我到教会参加主日学。伫我的母会主日学是伫主日礼拜进前，所以主日学了就会先煞做大人的礼拜。我印象真深其实囡仔其实听无。咧讲啥吼？礼拜内底的这内容，其实囡仔无法度完全了解，甚至有当时会真无定着啦吼。我会记我有当时坐伫第一排吼，骹会甲头前迄个椅仔怎踢一怎倒去，怎砰一下做大声吼。总是真感谢爸爸妈妈，虽然即款的情形，依然真坚持，互我会当伫礼拜内面会当来认捌上帝。当我渐渐大汉到高中的时代，就渐渐会晓去思考关系家己信仰的问题。渐渐，你对上帝认捌，就无过是你的老爸的上帝那定，会成做我家己的上帝。我想，大必互所罗门的引带嘛是安尼，所罗门会当对认捌伊的老爸的上帝，到渐渐家己来认捌上帝，和上帝建立一个真好的关系。所以，爸母伫囝儿信仰的起头要起步的时，通讲是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真重要的角色。带囡仔来到上帝面前，互伊会当认捌上帝这是咱做爸母一个真重要的责任。咱嘛通继续来看，大必伊毋干单用喙，甲所罗门讲，你着认捌上帝那定。咱若继续看，大必对所罗门的教导，佮有讲，你着是诚实心欢喜，服侍伊，服侍上帝。你若找伊，伊要互你拄着。第20节伊嘛安尼讲，你着勇敢壮胆去做，无得论也无得惊。大必所讲这个话，毋是干那用喙咧讲尔定。咱若看大必的一生，伊其实是用伊的性命咧实践伊所讲这个话。大必的一生是一个真够亲近上帝的人。大必伊是一个真欢喜来服侍上帝，真心真力咧服侍上帝的人。伊嘛是一个会晓倚靠上帝，伫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时，会晓倚靠上帝来勇敢壮胆的人。所以咱看到，大必所教予所罗门的，毋是干那喙所讲的信仰的语言那定。伊所传予所罗门的，是伊用伊的行动去实践出来的信仰。我想即款的信仰对所罗门要有真大的影响，真大的一个帮赞。咱知影伫信仰的传承顶面，爸母若是简单用喙来教导，我想迄款的果效检采无真大。总是咱若是用实际行动来表现出来，伫
伫咱的日常生活内底表现咱对上帝的信仰、对上帝的倚靠。那呢，我想咱的囝儿嘛，要真自然来军队，会当和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咱若望咱的囡仔会当常常祈祷、常常读圣经、常常和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那呢，咱就爱必须知，咱必须爱带心伫咱的生命内底，会当将即款的信仰行出来，安尼才会当帮助咱的细囝，也会当安尼来学习来军队。第二部分，咱要做伙来看，咱得用学习用上帝的话来养育咱的囡仔。伫咱所读新约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的经文，安尼甲咱讲，做父母的独独着用主的境界甲教训来培养因，培养咱的囝儿。我想这是对咱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咱来看头前迄段经文，大卫对所罗门的教导，伊就是用上帝的话，用上帝的境界来帮助所罗门。咱都有讲到，大卫家己真想要为上帝来起圣殿，总是最后上帝无答应，要爱所罗门来起圣殿。咱会当想象我家己想，我若是大卫，我要交代予所罗门的是，我会甲我足侪想法，对圣殿的想法，拢甲伊讲。讲所罗门，你着照我的想法，安尼来起圣殿。总是咱看到圣经内底所讲的大卫，伊所交代予所罗门的，并毋是伊家己的想法。咱来看咱的圣经，伊安尼讲，讲大卫将伊家己对神所得到一切的图样来指示所罗门，伊将伊对上帝所领受的这图像啦吼图样，要安怎起，安怎是上帝所欢喜的，伊将这个交代予所罗门。我想这对咱是真重要的提醒。侪父母会将家己伊感觉伊无法度完成的人生的目标，来投射伫伊的囝儿的身躯顶，将伊家己的愿望望伊的囝儿来替伊达成。我想这款的做法，若照咱圣经来看，可能无一定真正确。圣经伫大卫伊互咱的一个模范，伊毋是用家己的方法来教导伊的囝儿要安怎做，要安怎做，伊是将上帝的话，伊对上帝所领受的启示来传承互伊的囝儿。我想，咱做基督徒的父母，咱嘛着爱做伙来学习。伫陪伴囡仔成长的过程内面，咱会当常常通过祈祷来敲找上帝伫这囡仔伊身躯顶的计划是啥物，甚至咱会当和咱的囡仔做伙来祈祷，敲找上帝对伊生命的计划。我想，咱会当安尼做的是，要帮助咱的囝儿，会当行伫上帝计划内面，会当得到上帝祝福，得到上帝引带。前一阵有一个咱应该真侪人有看过电影，叫《三个傻瓜》三个戆人啦这个电影看起来是真趣味，真有戏剧性总是伫真趣味这影片的后面有一个真重要的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讲什么款才是一个正确的教育，什么款的教育，什么款的安怎来陪伴囡仔，安怎来引带囡仔，才是正确，才是对伊有帮助。伫这影片内底有一个院长这工程学系工程学工程的一个院长，家己是工程师咧教册，伊就真望伊的囝儿嘛，和伊共款会当来学工程，成做一个工程师。伊就望伊的囝儿会当考入来伊咧教这间学校，伊做院长的这间学校。总是伊的囝儿的兴趣毋是伫工程，是伫文学顶面。所以咱若看迄个电影，最后伊的囝是压力真大，跳火车自杀所以，咱若用咱家己的愿望，用咱家己的想法，加伫咱的囝儿身躯顶，检测无一定会当对伊是真有帮助。咱会当来敲吹，用咱一般话讲，咱会当知影囡仔伊的天赋伫什物所在，上帝互伊的温数伫对一方面，敲吹着即个温数了后，互伊当照伊的温数去行。安尼不但伊这学习的过程，伊会当较快乐，我想伊的成就嘛无一定是像咱想的会较歹。伫上帝稳定内面，上帝会亲自来引带带领伊。另外一方面，伫历代志上28章的20节，咱拄则所读上尾迄节，大卫伊个特别交代所罗门一件代志。伊咧起圣殿的过程内面，若拄着困难、拄着挑战的事，你要安怎处理？咱若看头前的经文，咱知大卫知影伊家己无法度替上帝起圣殿的事，伊毋是啥物拢毋做伊就想讲我袂当起，但是我会当来做一撮准备的工课。伊
伊就将侪侪材料，甚至工人拢准备好势，要交代互所罗门。但是伊知影，伊虽然尽力做这准备，但是起圣殿遮尔啊大的工程，一定会阁拄到困难。所以伊勉励所罗门，当你拄到困难、拄到挑战的时，你毋免惊，毋免论，你着会向专心来倚靠上帝。上帝要引带你到即个工程，会当真顺利来完成。我想这嘛是代表互咱真好的一个学习的模范。咱陪伴囡仔，咱会尽力来做，就是咱必须爱知影，父母所会当帮助囝儿的，其实真有限。咱无法度陪伴咱的囝儿一世人的时间。咱伫咧陪伴囝儿成长学习的过程，咱嘛爱互因知，因爱会晓来超找上帝的帮助。当因拄着困难、拄着挑战的时，因会晓来超找上帝。那咧上帝气力要帮助因勇敢壮大，无论拄着啥物款的困难，拄着啥物款的挑战，拢袂放弃，拢袂低到绝望。我想这嘛是咱咧教导囡仔的是真重要一部分，用上帝的话来坚固咱囡仔的性命，互伊会当家己来倚靠上帝。若无，咱若互囡仔感觉讲伊会当一世人倚靠咱，安尼会变一种情形。咱现在咧讲的妈宝会出现吼。一世人拢要倚靠爸爸妈妈，一世人拢无法度靠家己来做代志。我想用上帝的话，互上帝，互咱的囝儿会晓来倚靠上帝，这是咱上界大会当互因的一个祝福甲帮助。结论来讲，圣经甲咱教导，囝儿是上帝赏赐互咱做父母的人的产业。所以每一个做父母的也拢有即款的责任，就用上帝的话，用上帝的教示来养育咱的囝儿，互因的一生通行伫上帝所欢喜、上帝所祝福的道路顶面。对咱今日所看的这段经文，代笔和所罗门的这件代志，互咱看到爱学习，会向引带咱的囝儿来敬拜上帝。互因的一生会晓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顶面，我想这嘛是咱做父母的，会当互咱的囝儿上介好、上介大，也无时间的限制的一款的祝福。最后咱咧看这段经文的时，咱要有一个思考。咱每一个老爸老母，咱世间人每一个人拢是无完全。就算讲咱今日看的经文内底代笔。伊嘛是一个无完全的人，伊有侪缺点，侪欠缺，所以安尼要提醒咱，在培养、在教导咱的囝儿的时，更较重要的是，当引带咱的囝儿真正来找到迄个完全的天父上帝。天父上帝伊的完全会当帮助咱的囝儿一生拢行伫伊所祝福的道路顶面。像是咱嘛要自我提醒，咱也是上帝所疼的囝儿。咱虽然伫世间，咱诚做别人的父母，诚做别人的爸爸，但是咱毋通袂记得，咱永远是上帝所疼的囝儿。上帝也用伊无限的疼来疼咱，咱嘛着学习，将咱对上帝所领受的疼，和咱的囝儿来分享，用安尼来陪伴因、引带因。我想，咱会当安尼来做，要诚做咱囝儿一生真大的祝福。真特别，咱今日有要做伙来守圣餐。也要表明，咱真实是上帝所疼的囝儿，上帝伫伊的恩典内面，佫一摆接纳咱，诚做伊所疼的。愿咱也伫圣餐内面，会当佫一摆来体验咱和上帝迄款生命的连结。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世间的老爸，通诚做阮侪帮助，侪祝福。我也更较感谢你，愿意通过耶稣基督来竞选阮，诚做你所疼的囝儿。愿伫你的疼内面，通领受对你来无限的恩典、无限的祝福。主，我们也要恳求你，伫爸爸节的时，互阮会当佫一届来反省，我们要安怎用好的信仰的教导、属灵的生命的培养来教导阮的囝儿，互因会晓来倚靠你，也来诚做你所疼的。阮确信，当阮愿意安尼来学习、安尼来努力的时，阮的囝儿也要亲自来认捌你，也
也要对你来领受侪侪祝福、侪侪恩典。恳求你大大甲阮三个弟弟，伸出阮对伊来智慧，通将你的话伫阮的生活、伫阮的生命内底实践出来，也互阮的生命通成做一个好的见证，通来见证你的荣光，见证你的祝福。主愿将我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佮祝福阮。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